艾滋病係一種由艾滋病病毒 HIV 引起嘅疾病。如果感染咗 HIV 病毒，但唔接受治療，就有機會發展成後天免疫力缺乏症 （AIDS）。而家並冇完全根治嘅方法。一旦感染咗艾滋病病毒，就係終身感染。但係只要接受治療，病情係絕對可以控制嘅。當 HIV 感染者體內嘅 CD4 細胞，即係白血球，數量低過每立方毫米200個，或者感染咗一啲機會性感染，例如肺囊蟲肺炎、肺結核、念珠菌感染等等，就會被診斷為後天免疫力缺乏症。有啲人感染後2至4個星期內會出現類似感冒嘅症狀，例如發燒、打冷震、紅疹、夜汗、肌肉痛、喉嚨痛、攰、淋巴腫脹同口腔潰瘍。不過要留意嘅係，唔少感染者並冇明顯嘅病徵，而且其他病症亦都可能出現以上嘅病徵。咁究竟艾滋病係點樣先會感染到呢？其實病毒係需要進入血液先會感染，而以下嘅體液都可能含有病毒，包括血液、精液、前列腺、陰道同肛門分泌物。母乳亦有機會含有病毒㗎。最常見嘅感染途徑有陰道交、肛交、共用針筒、懷孕、分娩或者餵哺母乳同埋輸血。相反，病毒係冇辦法透過空氣、食物、擁抱、親吻、蚊咬或者共用廁所傳播到嘅。喺治療方法方面，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療法 ART 係常用嘅治療方法。佢係一種俗稱雞尾酒療法嘅混合藥物治療，每日食1至3粒藥丸就可以穩定病情。喺確診之後，越早開始治療，越有效可以降低體內嘅病毒數量，同埋提高自身免疫力，去減慢病毒蔓延嘅速度。要了解自己有冇感染 HIV， 唯一嘅方法就係接受 HIV 測試，包括快速驗血測試同埋抽血測試。預防方面，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PrEP 同暴露後預防性投藥 PEP 都係有效措施。暴露前預防性投藥係需要每日按時食藥，就可以有效減低感染艾滋病嘅機會。而暴露後預防性投藥就只係作緊急作用，同埋需要於暴露咗喺感染病毒嘅風險後72個鐘內服用，越快越好。呢個療程需要連續食藥28日。另外，當感染者接受有效嘅 HIV 治療時，藥物可以減少體內病毒嘅數量。如果體內嘅病毒減少到去一個不可檢測嘅水平，兼且維持至少6個月，咁 HIV 病毒就唔會通過性行為傳播。最後，感染其他性病而導致皮膚潰瘍或者損傷，都可以令 HIV 病毒更加容易進入你嘅身體。加上其他性病本身同艾滋病都係息息相關嘅，所以當一個人感染咗性病嘅話，即係代表佢哋係俾其他感染性病或者艾滋病嘅人傳染㗎。